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来的阿明谷刘浩明。其实我哋台湾来讲的话，我哋生产过大量的米果，但是也今年因为他个人的饮食风气改变以后，已经慢慢的几多人开始食乜嘅面包啦、面条，嗰种以前冇看过的麸质果面，他个人嘛可以开始要有安尼的果面的成长嘅。嗰种有人咧想讲，係咪可以用传统的米果粉去代替我哋其他面粉？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來自我哋嘅台灣農產公司嘅總經理林志穎來到我哋現場，而家同我哋分享講，其實也43年來，伊哋嘅台灣農產公司喺做米國粉嘅過程，同時伊哋發展嘅無菌嘅產品。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嘅林志穎總經理來到現場。林志穎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竹田嘅林志穎。好。今日各位朋友來到我哋現場，因為頭先我哋已經有講到講，因為以前啊，我哋嗰啲流行是薄的嘛，嗰時是薄的時間，但是一直以來都慢慢發現到講，有的人會有嗰種膚質過敏，膚質過敏，嗰時見啊慢慢即係開始講，我哋係咪可以用米國粉？來代替我哋呢一般的面粉。我哋提供其實屏東農產公司有生產過好米國粉。我想請問一下總經理，幾時間這個屏東農產公司喺我哋屏東嘅時間，差唔多嘅時間有久誒？在我們屏東萬巒的這個大武山下這邊大概有43年的歷史那一直以來都是從事米谷粉。專業磨米谷粉，我們的米谷粉就是有糯米粉、菜類米粉，同我哋而家政府去推廣的也蓬萊米粉。在這段期間，我們43年其實是有一直在演化。所謂的演化，就是說，因為現在吃米的人越來越少，尤其是年輕人，因為我們曾經嘗試做了很多試調，就是說問年輕，就是大概在30歲到大概40歲左右，或者甚至到50歲，我們有問他說這個湯圓的原料，或者是甚至問他說板的原料是什麼，有蠻多幾乎是一半的人說是麵粉，所以說他們沒有去看那個字形板是一個米嘛，一個礬嘛，那米南它是一個米一個果嘛，所以說看那個字形應該就知道說這個東西是米做的。那可是蠻多年輕人他認為是麵粉，因為吃起來會 Q， 所以他一直認定說這個東西是麵粉，所以我們也一直在推廣這一方面，蠻用心一直推廣說，這個是米做的這個不是，而且吃了。對你的胃不會有所謂的，就是胃酸會越來越多，所以會有蠻多人有一些像是胃食道逆流啊，這個也都是有些人吃麵包會引起，或者是說吃到那個麵粉類製品的澱粉類製品，對他們都有這些反應。那純米的其實是不會有這些。種種的一些很奇怪的現象啊，甚至像剛剛講的，就是膚質過敏的，這個比較嚴重的膚質過敏，甚至會休克，這個都有，對。嗰啲中途都總經理已經有講到嘛，其實也俾台灣開始食飯嘅人越來越少嘅。咁從也43年來話，係咪喺唔同嘅產品上面冇有影響？傳統的這一塊是逐年有往下降。那尤其是在糯米粉，糯米粉因為有青島，應該講專家還是有一些醫生，他們會說糯米吃了對胃的消化會比較慢，然後會有一些脹氣。那可是早期，就是以我們客家的習俗，就是說，譬如說準備客家米食再去下田，因為客家米食它是以糯米為主嘛，它可以耐
耐饥饿，滚奶饱哈，滚奶饱对。可是我是觉得说，当然东西不要吃过量，其实都不会有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产生。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我是觉得说，再来第二点就是说，现在的人哦，我们也是要随着现在的趋势走，就是说现在的人是吃巧不吃饱。那像我们观察从北部到南部，我们的客人哦，就是说以三义地区来讲，在那个木雕街有好几个客人是我们的客人，他们就做得很巧啊，像那个有这么小的安菇柜，红斑的，哦，还有个那个包括公版啦，某个椰板啦，菜包，客家菜包也做这么小，那就是大概符合现在我们饮食习惯嘛，还有年轻人他觉得可爱他就买了。那可是反观我们，生意很好哦，排队。可是反观我们南部，尤其是我们万峦，现在还是停留在传统，就是便宜又大，就是物超所值。人家讲的 CP 值很高啦，可是现在就是说这一方面就是可能慢慢要去让年轻人要去接棒的，拒绝接棒的原因之一。因为那个工作环境还有这个收入不是这么稳定的话，这些第一代他要传给第二代，有些甚至就不接手。所以说吃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蓬莱米粉这一块，就刚刚主持人讲到蓬莱米粉这一块，就是说我们一直跟农粮所这边配合，就是说以西式的方式下去做取代这个面粉、面食类的东西。因为金斗饮吃面粉吃饼哦，面条啊、披萨，还有胖，取得非常方便嘛。那这个量已经超越米的量了，进口量已经超越米的量。那现在的统计，最新统计，我们一个人平均从最新的2022年的统计，我们一个人一年才吃20几公斤，那个面粉已经远远超过这个量，然后再来最新的统计是肉也超过我们的米，因为现在追求蛋白，所以这个鸡肉的量也超过这个米，所以有一点变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其实是吃的适量，我是觉得。应该不至于说会有过胖的情况，因为现在也有怕说吃这个米饭会有什么转换成糖类，然后会胖。其实不是胖，只要东西适量，你大概一餐吃1碗饭，其实是不会胖，因为它有足够的糖分，让你的身体有一个好的代谢的一个功能。因为以前的人也要做些，嗰時一條是飽。同時，其實對我哋來講嘅話，佢可能有一傳10到8年嘅東西，其實對佢來講已經都quite好嘅傳嚟。但是健康人以為佢可以限制嘅東西quite多，可能佢咪18年，聽人是飽嘅冇之類。可是變成健康人慢慢的都越來越少去接觸到米國粉。但是頭先我哋有講到其實已經做米國粉也已經有43年啦嘛。那麼第講其實屏東農產公司有一個全台最早買喺全台唯一的水磨的米國粉。係咪同我哋咧觀眾朋友紹介下講，做乜個現在用水磨米國粉？也會特色係乜啊？水磨的方式就是依照我们，应该是说传承最原始的中国那边传承过来的一个磨制方法。其实这个磨制方法不是只有米谷粉，是面粉早期也是这样子磨。这个方式呢，最好就是说它是2块大石头，就是花岗岩，然后它在磨的时候是很慢。所以它产生热的那个效果会降低很多。如果快速磨的话，它一定发热的速度会非常快。那发热的话会产生氧化，
特别快。那我举一个例来讲，就是说氧化会造成什么影响？第一个就是说，我在做成粉之后，它本身储存的时间就会缩短。比如说我水磨我可以放2年，那如果不是水磨的，它可能放3个月、半年，它闻起来就会有一个油耗味，因为它已经氧化。那水磨它是属于慢磨，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又用冰水下去冰镇，所以说相对来讲，这个破损淀粉会更低。那破损淀粉低的效果就是说，它做出来的成品会比较膨胀系数会比较好，吃起来会比较蓬、比较软，然后上面会有，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我们客家米食哦，即使不用上油，你这样子做好之后，蒸笼打开，它就有一个光泽感。看它的贵劲啦。哎，对对对，如果你这个破损淀粉太多的话，它做出来的那个板呢，会很粗糙，不会亮亮的。没错。对对对。我哋常常我聽日本嘅產品地位，伊都特別會講，伊有嘅麵粉，冇得講，有米粉係用我哋嘅殺球嘅慢慢嘅磨嘅。我想到其實睇我哋嘅品種對我哋產品，休息下我哋下我哋買嗰度嗰件菜故事。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農產公司嘅總經理林志賢總經理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乜嘢係水磨嘅米國粉。頭頭已經有講到講乜嘢係水磨米國粉，因為我哋白提講，其實屏東都有買到水磨米國粉，因為以前常常日本我講啊，也係米國粉啊，嗬，係用乜嘢殺磨慢慢地磨啊，一堆嘅，我冇想到聽我哋屏東都有安珍貴嘅東西。同時頭頭我哋總經理有講到講伊啲可能講破損澱粉率，也係乜嘅意思呢？我們米在磨的過程就會產生這個米的細胞壁，它的破損程度大不大？那這個破損程度會影響到什麼？影響到它的製作的成品。譬如說，我們以蛋糕來講，米蛋糕來講，如果今天你的破損澱粉率過高，譬如說我們以水磨的大概就是在2%以內。那如果是其他的磨法乾磨的，應該是5%到7%。那做出來的它的蓬鬆感，就是它因為烘焙大家都知道說它很着重在這個蓬鬆，因為除了靠蛋或者是靠泡打粉之外，它本身原料本身的蓬鬆感也要夠，那就是取決它的新鮮度，因為本身米沒有筋性，那沒有筋性，我們就是要靠它的粘度，因為我們台灣米其實發展到現在有非常好的條件，就是說它有非常多的改良技術。然後它這個粘度，每一種米的粘度也都不一樣。那當然我們就是選了，譬如說我們有選台梗9號。台梗9號這一支是當初，大家都拿這支米來做壽司米。那壽司米評斷最好的評斷方式就是說，這個米在冷卻之後，你去吃它的米，它是屬於軟中帶 Q， 所以說我們有保留在磨米的這一塊，磨成米谷粉之後，它是有保留這一塊的這個它的精髓，就是放到冷之後，它還是維持這個特性。然後尤其在做蛋糕，那蛋糕它當然我剛剛講的就是說它的新鮮度，還有破損澱粉，造就它的蓬鬆度夠之外，我們台灣米還更有一個奇特的一個
在这边跟主持人跟观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们的米蛋糕做出来之后可以冷冻，不需要加任何的修饰淀粉。那在面粉的蛋糕，它需要加修饰淀粉，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会脱水。那米它的保水性非常强，它有这个特性，它不会脱水。那大概我们有测试哦，大概放了1个月，甚至有的老师是放了2个月，然后再解冻之后，吃出来的那个口感，当然稍微会有差异，可是基本上还是软的。所以说，我觉得台湾米有很奇特的一个特性，就是在这边，它的粘度造就它的一个算是它的这个功能特别强，这个就是跟筋性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因为如果是面粉哦，你拿去冷冻，它一定会干，然后又硬。像你今日其实带来嗰度嘅，我哋屏東農產公司嘅產品，同時我哋做出來嗰度無同樣嘅一啲作品，我哋係咪想從我哋總經理同我哋先了解一下？比如講，你今日帶來嘅我哋嘅糯米粉、蓬萊米粉，還有齋來米粉，還有我哋嘅蓬萊米谷粉，又有乜嘅差別啊？大家有看到桌子上哦，我們後方的桌子上有糯米粉、再來粉、蓬萊米粉，那這3支粉就是我們屏東農產最原始的3寶啦哈，這個3支粉就是我們的基底。那這糯米再來這2支米的原料其實是有分國內跟國外。那蓬萊呢是完全是由我們國內的國產米下去做的。哦，那當然就是說，在這2支就是說糯米跟再來也有客製化，我們曾經有幫我們的下游廠商，哦，就是他有要求說他要用台灣的糯米、原糯米或者是長糯米，然後再來呢，他也有用台灣的鮮17哦去做客製化的動作，這個我們都有幫他們做。那蓬萊這一塊呢，也是可以做客製化的動作。那基本上看到這個粉紅色這一支是用公糧米，那公糧米的部分我們也比較講究，我們是用冷藏的公糧米。為什麼一定要用冷藏的？因為冷藏它代表它的新鮮度是夠的。那剛剛講到的就是說它的粘度影響它的蓬鬆度，所以我們一直蠻堅持，就是說在這一塊一定要用冷藏米下去做原料。然後接下來呢，大家看到這邊就是我們的產銷履歷。那產銷履歷是也是一樣是蓬萊米粉，可是它是比蓬萊米粉再更講究一點，就是說有個省分針的米，那這個米就是好，它在我們的種插秧，一直到收割，然後到我們工廠做成米谷粉，你都可以掃這個 QR code。去查它的一些過程，還有時間點，都可以查得到。那相對來講，這支我們目前有2支，就是第1支是台梗9號，第2支是現在很夯的高雄147。那這2支米哦，它主要的生產就是說專一就是我所謂專一，就是像現在我們講的單一麥芽一樣，它那個生產班裡面可能有10、20、30，甚至有100公頃，只有種1種米。那為什麼我會強調說1種米跟2種米會有差別？米它會開花，跟所有的果實都一樣開花。開花的時候，它風吹的時候，它會，譬如說你這邊 A 區是種另外一個品種 ，B 區種另外一個品種，它會交叉污染。那交叉污染出來之後，本來的粘度本來是那麼高的，有可能它影響授粉之後，它粘度會降低。所以他們很堅持，就是說在這個專區裡面只能種1種，就是它的粘度會更平穩、更穩定啊，那所以也是它比較珍貴的地方。
等于如果伊唔单止有伊的身份证，同时嘛，喺保证讲，也批用嘅美国来讲嘅话，其实係伊都係完全強伊的品種，我說伊嘅品質係最問題呢。对，等於如果伊對美國份已經可以要求到，唔單止講伫喺萬人中誒，因為有身份證嘛，可以生產歷練，同時嘛，係可以保證講伊嘅原料全部係單一的一種東西做嘅。咁從一般來講嘅話，從個伊嘅美國份，無你講，譬如講，迄輪頭都有講到講，其實我哋咧農糧署嘛，可以希望講，係咪可以用伊嘅美國份去推起我哋麵粉，嗰時有可能講，你係咪可以做鬆餅粉？鬆餅粉，無你講我哋咧戚風蛋糕嗰種粉。咁一般來講嘅話，鬆餅粉同一般的美國粉，有冇原料差天來？其實這個原料基本上主體是一樣，就是以蓬萊米粉做主體，然後我們會添加，比較稍微 Q 一點的東西，就是糯米粉，對，下去做調製，因為畢竟它是沒有筋性的嘛，所以要把它調成有筋性，稍微有一點黏度，又不會太黏，然後再加一個，就是大家都會加的這個五鋁泡打粉，就大概是這樣子，它主成分是這樣子。那當然裡面我們還有加了糖跟鹽，去中和它的一些口感。那等於講用無同樣的米種，去配合到調配出來講適合可以做我哋咧鬆餅嘅一啲原料。對，咁因為夾表有一啲話雪花粉，幾好嘛咁咯。雪花粉，剛剛主持人有提到，為什麼蠻多人崇尚日本的原料？為什麼？因為我們第一印象就是日本人做事很觀音整啊，對，所以這個就是很鑽研在這一塊。那我們這個其實我發現哦，我們在做這一塊的時候，原來原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環吶。它這個原料就是因為我們台灣早期沒有蓬萊，也沒有原糯，這個都是從日本那時候傳過來改良的嘛，包含我們的原糯也是。那我覺得我們台灣很厲害，它這個好像是台中1號的種在雲林的這個就是原糯米，在我們曾經有把這個東西，因為做出來之後，老師都蠻驚豔的，有很多老師很驚豔，因為大家說這跟他們小時候吃的那個原糯自己泡米下去磨的一模一樣。然後我跟他說：“老師應該個如何啦？因為我們有調製過，所謂的調製就是說新舊米去調製，那一般拿到都是新米嘛。我們拿去給那個果子君，就是專門做日本果子的。他說：用起來不會輸日本，而且比日本還要強的是，它可以抗凍。這個我們覺得很驕傲。我說：對，這個抗凍是它的賣點之一啊。就是台灣在它改良技術這一塊有蠻卓著的一個成功的一個地方。可係啊，突然我發現到講，其實以前啊，我哋從做料理嘅時節，我講到嗰種幾好東西咯，對日本來，但是而家我發現到講，我哋歸到美國份來講嘅話，其實台灣係有幾好嘅美國份。我哋今日看到我哋現場有幾多嘅幾好嘅料理。下一場節目阿明谷食本款，休息後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福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農產公司嘅林志賢總經理，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講，而家嘅美國份嘅無同樣嘅產品。其實我哋節目一開始可以到
能讲4点已经都陪我哋的观众朋友前面了。我一直在想讲，我哋多人来马克思节可以吃的，哎呀，这东西不用叫我可能冇吃的，冇想到可能第3届的节目嘅时间，阿明咕噜已经可以有机会可以吃到。通常我哋总经理有讲到讲。我哋呢，算是无穷嘅粉做出来的东西嘛，系无穷。阿明姑应该都10分看，像一部分的东西的话，其实我哋从头讲，松饼一部分吼，我哋最强嘅都不用铁球，伊都温软吓。好，嗰时阿明姑来讲，因为其实六样多健家来讲嘅话嘛，已经有一段时间咧，但是因为松饼温软系冇好。唔会呢，还贵硬长呢。表皮还是微微的脆，冇错，里面是软的，米的小米，对。那因为我们这个是以水下去做调和，那如果观众想要奶香，就可以加牛奶。那对牛奶有过敏的人，可以加豆浆去取代，那都会有不同的风味。可是，都更加伊嘛，比如按你有些硬长，迄因为伊迄米粉的关系，系咪？米加这个糯米的关系，对。等于你讲伊做出来同面粉无同的一种特性，因为有些市面上的标榜米松饼粉的，有很多都是有加修饰淀粉，因为他们认为说可能吃起来不会这么的 Q， 那他们没有去针对米的特性跟品种下去做分析。所以他们会用这一块去做修饰。那我们完全是我们在做这个时候是真的很大的勇气去做啊，因为这个是100%原味。那我们刚开始尝试也怕消费者说啊，这吃起来会不会有这个什么米的怪味啦什么的？那因为我们真的是很用心去挑米，所以说吃起来。就是米的原味，我们错，没有别的味道。但是过去譬如讲，因为更加的现场里边吼，有几条讲，能讲过传统的吼，配过的点心，譬如讲可丽露，仲有部分的话，有爱贴配去做下也会粉啊。可丽露其实它的做法粉原料其实都是一样，只是说它在制作的流程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网站教学都有所有的这些产品哦，包含我们请老师开发的产品，我们都没有去跟消费者说，你要来买什么东西，我们才能去教你哦。我们是全程公开，像我们去参加烘焙展，我们是全程公开，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米的市场做大，所以说。让更多消费者，他其实主持人讲的，就是麸质过敏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现在吃面粉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欧美它为什么会越来越很多人？因为他们是主食嘛。那现在我们是面粉，好像也变成我们的主食之一了。那当然，这个麸质过敏的人一定也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当然就是不吝啬，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米谷粉可以去开发做这些东西，让以前那些很痛苦吃面粉、吃蛋糕、吃过敏的小朋友，那个很可怜，他们就可以吃这些好吃又有米香的这些米的点心。所有产品里边吼，阿明哥其实感觉到最有特别的吼，除了讲人的西式的点心以外，还有啲中式的。花卷，一般来讲的话，花卷都係用面粉去裁嘛，哈。中华会不会有特别的米谷粉的花卷？公多鸭就是我们非常想要做的一个愿望啊。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就看到说，刚刚主持人讲的，为什么面粉它会这么受欢迎？因为也胖。面包携带方便，反观也米食班呢，可能早上买不用在冰箱常温，下煮头可能有这个臭酸的嘛，
这是米的特性。那如果说今天把它用米谷粉的方式下去做成这个我们的中式点心，它可以放到一整天，就是说，譬如说你早上买，中午、下午也都可以吃，它也不会说因为这样子会超生，会臭酸呐。然后第二个是它是咸的，因为你刚刚主持人，你刚刚有没有看到这都是甜的嘛？咸的是占我们点心类比例吃的比例是偏高的一个点心。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开发有那个口袋饼，还有米的饺子皮，还有那个我们的水煎包的皮，还有葱油饼，这些都可以做。那在这个应该是在今年，我们陆陆续续会推出市面。可是我慢慢的变成讲，俺们平常我看到中式的点心地方，然后慢慢的我看到俺们用米谷粉作为的产品。听俺的节目一开始时间，俺们的总经理陆友基讲到讲，俺们屏东农产公司，听俺的屏东已经有43年了。其实屏东农产公司，伊唔单止里头要推广俺们台湾的一种美食，推广安度的无腔的米谷粉，同时伊嘛在菜地做许多的慈善的事业，伊等有俺们的连带球曲，睇俺们的基金会，睇俺们的补助俺们昨天的一啲生意的特殊，同时嚟慢慢。嘛有一啲艰难的救助金，我就想问一下我哋呢，总经理当初哪有样的想法咯？当初爷爷跟奶奶哦，他们从冈山搬过来竹田的时候，也是白手起家嘛，那也得到很多竹田这些乡亲或者是耆老的帮忙，才能顺利在竹田落地生根。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的经济许可之下哦，当然我们一定要回馈给竹田在地的这些学子嘛，因为我觉得学子。就爷爷跟奶奶他们的想法是说，学子就是最从小开始培养，就是竹田也是竹田的未来嘛。所以说一定要特别鼓励他们这些学子，让他们就是说一些可能家境比较贫穷的啦，或者是说成绩比较好的，我们也是都是列入这个林代秋菊的这个基金会的补助。那当初本来好像只有在竹田国小，然后有扩及到竹田国中都有。那后来呢，因为堂哥接手之后，他把这个基金会改成泰美基金会，就是有程序下去了，就是名字更改而已，就是改成他就是我大伯林建泰跟大伯母梁惠美的名字，就是最后一个字叫泰美。那图书馆也做得不错啦，就是对我们竹田的乡亲也是有蛮多的一个协助。对，那万峦这边，因为我们在地屏东农产在地也43年了嘛，那也算是都已经算是万峦的一份子了。那就是董事长这边也特别感念这个，也要回馈给我们万峦乡，因为本来也是只局限在这个邻近的村庄，然后现在就扩及到这个乡，对，就是要回馈给我们这些乡亲，或者是说老人啊、低收入户啊这些有需要帮助的啦，或甚至说你都没有办法去，就说你有亲人过世啊，或者是有需要这些协助的啊，我们都可以来伸出援手。对对对。
虽然讲伊哋係外人來到我哋嘅族田，來到我哋落腳，但是講伊也既然睇我哋嘅族田慢慢地發展出自家嘅一啲事業以後，也為後人嘛唔單止把我哋台灣嘅美國嘅產業推廣出去，嘛把一個愛心留喺我哋嘅當地。今日感謝我哋嘅總經理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安精彩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觀眾。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